下牧师、谢牧师，列为我的长辈，列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让我会当过一遍来到咱富强教会，来代表玉山信学院来甲咱请安，嘛要甲咱说多谢，咱伫过去的中间对玉山信学院这间学校的支持甲鼓励，特别是咱的两位牧师，因非常关心玉山信学院的事工。佫会当特别安排咱富强教会伫真无营的中间，安排这个纪念主日，互阮会当代表学校来，阮感觉真正多谢。这间学校伫咱牧师拄则有了我介绍，伊是咱总会属下原专门为着原住民来设立的一间的新学院。这间的新学院伫花莲，来用咱台湾西岸来讲。迄是伫一个后山的所在啦，其实花莲对咱贡献非常的大，阮拢咧替恁查风台啦，所以若风台对阮遐去，拢先扫着阮，经过中央山脉然后扫来甲咱遮拢安尼凉爽所以阮是专门来替恁挡风台。若是用咱汉人，是讲本地人做中心来讲，原住民伊其实是徛伫篱笆边的一个民族，今仔日原住民也有一个新的困难，就是因已经大量对部落迁徙来到伫都市的所在，所以因的部落已经对咱台湾西部来讲是伫篱笆边，即马因的人已经佫离开部落来到都市，所以对因原住民家己的部落来讲，因佫再来伫另外一个篱笆边，所以这就造成原住民今仔日伫咱都市适应的一个困难，嘛真做今仔日原住民的教会伫都市因一个新的使命，所以要特别拜托咱教会来斗相共，即间篱笆边的学校来斗相共，即个伫咱台湾篱笆边的即个原住民的宣教事工。咱富强教会是一间不有佫建造咱真强的一间教会，这个布有是一个公益的布有。我知影咱的教室发展真紧，咱嘛真侪事工一直咧推广。咱的教会毋是干那关心伫咱家己篱笆内，咱的教会事工安尼那尔，咱的关心，咱的救恩嘛扩展去到伫咱的社区，甚至到伫咱的社会，期待。咱富强教会的关心，甲咱的支持，会当搁较远一撮啦，杀来去到伫这个篱笆边的原住民，来帮助因，来互因会当留伫上帝国的中间，会当成做咱本地人上介好的朋友。所以今仔日咱要用路德记第2章来讲这个篱笆外的救恩。去年3月我有来这边。迄边是用路德记第1章来甲咱分享。今仔日咱要用路德记第2章。路德记第1章的一个女主角叫做路德。这个路德其实伊毋是以色列人，那用以色列人做中心来讲，伊是一个外邦人、外国人，伊是一个摩押的查某囡仔。当时是有一个以利米勒的这个家族，因为这个伯利恒，因本来是伯利恒的人。饥荒，所以因都爱迁徙去到伫这个摩押的所在。伫摩押因应该是有真好的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了，因去拄到一个困难。一个家族，一个老爸2个囝隆重过身，所以留一个大家，佫留2个新妇。这2个新妇拢是摩押的查某囡仔。然后这个大家叫做拿俄米，伊就感觉讲，安尼我要倒转来去我的故乡这个伯利恒的所在。就甲这2个新妇讲，恁毋是以色列人，恁是摩押的查某囡仔，所以无恁就转去恁的老爸的家，转去恁家己的神的迄个所在。这个路德的东西伊就选择个好，安尼无我搁倒转来去。总是这个路德就甲伊的大家拿俄米讲一句真出名的话，讲你的所在就是我的所在。你的土地就是我的土地，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伊就去伊原来信仰，要选择这个以色列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信仰，所以伊就对
伊的大家拿学米转去到伫伯利恒。然后咱顶这边有讲第1章的最后一节这是一个即马少年囡仔的话用叫做梗啦，或者留一根梗伫迄个所在，安尼说吼。罗德基是一个非常水的一个戏剧，咱来甲看做一个戏剧。这是古早一个真出名的民间故事，是一个文学写甲非常好，所以又放一个梗。其实咱今仔日第2章嘛有一支梗，是伫第20节的所在，迄要数入去到第3章加第4章。第1章就是放一支梗，就是第1章的最后一节讲，因转去到伯利恒的所在，迄阵拄好是咧收割大麦的时阵，收割大麦。这个收割大麦到底什么时阵？这敢若以色列人因家己看有哪尔，咱看无。收割大麦是咧讲半过节，咧讲半过节啦。咱知影半过节是咧纪念出埃及的救恩，所以迄个所在放一支梗，就是讲，当这个罗德伊选择一个救恩是一个以色列，是一个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要拯救伊的百姓，所以伊是选择一个即种的信仰。来到第2章，即马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当拿俄米带罗德转来到伫伯利恒的所在，因真正这个所在有耶和华上帝的救恩伫遐，总是即马一个上严重的问题。毋过罗德毋是以色列人，罗德毋是以色列人。若毋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上帝的救恩敢有份？第2章其实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咱来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一个开始就是这个罗德因为家庭生活的需要啦，两个官夫转来到伫故乡因为因离开真久，参土地都无去。后来第3章、第4章是要讨论土地的问题，因土地已经无去所以转来了后到底要安怎生活？古早种田的所在，你若无土地，你就无法度生活所以只有去共捡麦穗。这个捡麦穗其实是以色列因的律法所保障的这个保障是记载伫利未记19章第9节到第10节。伫迄个所在律法有规定讲这个恁收割田的5穀，田的角头毋通挂到近这个加落去的毋通捡这个葡萄园的果子嘛毋通挽了落落去的拢毋通捡。所以，在市区的这个园，安尼差不多，若是用四角来讲，伊爱收一个圆的啦，收一个圆四角头爱留咧，然后才挂了爱揽的时阵，袂使揽到了，爱留一寡伫涂骹。食的上帝讲这我的啦，这我的，你毋通甲我挂去呢？你毋通甲揽了，这我的我的这是要互什么人？要互送养人，要互孤儿、寡妇、出外人。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因一个真特殊的一个律法，因就是用安尼咧收割的时阵来保障因的送养人有通食，保障这个送养人有通食。当然咱嘛会讲安尼割的时阵都会割较少。其实若对主人来讲事实上是割较少啦，总是卖差甲遐尼诚济。毋过差即数仔囝对这送养人来讲，这是因的活命，这是因的活命，因就是靠食的。因他会有即种安尼，咱看起来可能是真特殊的即种看法因为安尼生规定主要是因认为咱拢是共一个天父上帝的囝啦，咱拢是共一个天父上帝的囝，咱敢若是一个大家族内底的一寡人可能这个大家族是阿公咧做主这个阿公可能有12个囝，这咱古早咱即马咧生囝拢生真少若要生一个就诚祈祷，若生两个叫做饱满古早咧生拢算大一大叫做基本业，若生两大叫哇太生遐济安尼生，所以古早12个囝以色列12个支派，这无啥物奇怪所以若一个阿公生12个囝这12个囝然后建立12个家庭了后，常常中间会落2、3个家庭去。也就是这个查甫人可能会较早无去，较早无去了就留孤儿寡妇。总是因为伊是伫一个大家庭的内底的时阵，阿公会讲：来，这田拢我的，田园厝体所有的物件拢从我的。我有12个囝，我有12个家庭，即摆落2个去无要紧。遐个孤儿寡妇，阿公饲，
讲是，说所有的物件拢我的，大家公家用，因都是有这种观念。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所有的产园、土地、所有的财产是天父上帝的啦。所有权伫伊的身上，所有权无伫人的身上，所有权无伫咱的手中，咱的手敢若有使用权安尼那样。所有权在伫上帝，咱敢若会当使用。所以伫旧约内底真注重讲迄个落去的，迄个丈夫无去的，迄个孤儿甲寡妇的时阵是规个庄头、规个大家族爱负起这个责任，公家来治。所以这是律法所规定。罗德因甲这拿俄米，因为因是孤儿，所以因会当去扣这个利息。总是即马搁再一个问题，就是讲毋过罗德是外国人，罗德是一个外国人啊。他拄咱咧讲这以色列的律法是针对以色列人来保障的。所以伫故事内底其实有另外一种人，伊叫做鲁比，叫做鲁比。所以伫遐咧扣袂使，毋是干那路顶咧，路顶其实是对伫人后壁，迄阵人叫做鲁比。头前查甫人伫遐咧挂麦后壁有一阵鲁比伫遐咧扣袂使，其实遮拢是双向人。遮的人去共扣吼，是照律法所保障，因会当去扣。路顶可能对待上改尾伊嘛是开始伫遐咧想讲吼，我敢会当扣？人这是要互以色列人的，我是一个摩押人，我敢会当扣？所以。当波阿斯伊出现了后，路德有甲讲两句话。第7节伊甲波阿斯讲，请你准我扣袂使，你看当拜托一了，互我扣一个。这咱要去共扣，当然爱较好咧啦吼。不过若是伊遮的内底咧讲迄鲁比，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时阵，其实伊说毋免讲就去扣，因为这是律法所保障的啦。这是律法所保障的，总是路德，伊就是爱问看卖的。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毋是恁以色列人。我知影这个鲁比拢是以色列人，所以是合法去扣。我毋知有份无？敢会当拜托你嘛，互我扣一个？你这个袂使，你这个救恩，你这个恩典，敢会当来到这个篱笆边，然后佫进一步来到篱笆外，来互我这个摩押人嘛扣一个？敢会当安尼生？然后到第10节，这波阿斯就真欢喜，讲好，互你扣。到第10节的时阵，这个路德就佮甲这波阿斯讲另外一句话，讲吼，我是外国人，哇，讲甲真清楚吼，我是外国人，我是外配人，我是外配吼，我是摩押安尼原种进口的外配安尼说吼，我是外配，怎样会当得到恩典伫你的面前？恩典这个关键字佫走出来。恩典其实是咧指救恩，咧指出埃及的救恩。所以这个时阵，路德伊一方面咧甲伊讲扣袂使，一方面咧甲伊讲我肉体上的活命对这个扣袂使，我会当得到饱。佮另外一方面，伊已经开始咧指引迄个亲像出埃及迄种的救恩。咱可能会想讲吼，路德太毋捌啦，伊毋是外国囡仔吗？伊毋是摩押的查某囡仔吗？伊太捌。真有可能，这个以利米勒，这个拿俄米，伊虽然移民去到伫摩押，应该因有主力应该这个父母有真要紧囡仔，甚至是新妇因的宗教教育有教律法，所以这个路德伫教会的内底可能有背金句，所以背金句真要紧吼，背金句会当救命嘛。因当来到这个来到这个伯利恒的时阵，是安怎因知影要去共扣袂使？背金句因金句背到这个利未记19章，所以知影我有权利去扣袂使。即马干那一个问题，讲我路德是一个外国人，所以这个伫路德记内底其实是不断出现金句，包括这个20节，这是对利未记23章23节来，迄是对第3章甲第4章特别讲的，迄拢是金句。所以咱若是定定背金句的时阵，金句常常会当成做咱人生内底一个真要紧的这个勘站。所以这是路德伊所咧讲的问题。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敢会当有人来扣袂使？但圣经就是安尼甲咱讲，波阿斯讲无问题，无问题，你去扣。波阿斯咧讲这个代志的时阵，伊有讲但你着甲我遮的鲁比做阵，这都是咱拄则咧讲的。
伫第8节的所在，这就是咱拄则咧讲，你甲我这女婢做阵来吸，我这女婢就是阮以色列人，遐宋乡人，遐孤儿寡妇，因律法保障来吸。啊，你是外国人，这我知影，毋过吼，你对待因的后壁不要紧，我的袂使互你吸，我的袂使互你吸。我普阿斯，我的恩典，我的救恩，轻去到伫这个篱笆的外口，互你这个摩押人，你嘛做伙来吸，你来对伫我的女婢的后壁，你做伙来吸这个名声。然后到伫12节的所在，普阿斯就甲这个这路得讲，愿耶和华报答你所做，你来晓得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实意，你来晓得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实意。哇，这个所在如果是一个解说圣经的一个真困难的所在，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咱来看登记出来记19章第4节，当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出埃及记第20章要颁布十诫的进程，就是这19章的所在。19章第4节，上帝有甲百姓讲讲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你拢看见。你嘛有看见讲，我怎样亲像鹰鸟的食爱恁带恁来归我。所以，伫这个出埃及的中间，出埃及记19章第4节，上帝讲我甲恁带出埃及是像一只老鹰的妈妈啦，我用我的舌甲恁爱出来。咱看这个路得偌厉害，伊读圣经读较惨，出埃及记19章第4节，伊都有读到。所以，伊知影讲，这个出来就是上帝用老鹰的舌，甲伊的百姓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伊即马来甲波阿斯讲，我知影这个故事，我有背过这个金句。但即马你敢会当互我来伫恁的救恩的内底？这波阿斯嘛是有读过圣经的人，所以波阿斯用圣经的话讲好，但你来晓得阮以色列上帝的实意。阮以色列的上帝的实意，分你这个外国人摩押的查某囡仔，分你来晓这个，分你来美这个，我的袂使分你来求，我的恩典，上帝救恩，未去到伫这个篱笆外的所在，互这个外国人嘛有分。所以这是咧讲到这个篱笆外的救恩。所以即马来族群已经毋是问题，摩押人。以色列人已经拢总毋是问题。那用以色列人做中心来讲，当然摩押人这是外国人。毋过若对天父上帝来讲，迄拢我生啦，迄拢我生。可能一个是大房，一个是第6房，一个是第10房，也是安怎？到我的大囝生，我的第6个囝，我的第12个囝生，对这个老爸来讲，拢是我的囝。所以对大囝来讲，有可能这我的小弟啦。这个可能去到第200外，这第12个这个较高怪，这个较放荡，走去伫外口。毋过对老爸来讲，拢我的囝。所以波阿斯甲这路得讲，你来晓得阮以色列上帝的实故意，但族群已经毋是问题。毋过要来晓得以色列上帝实故意，毋是拢总无条件哦。迄个族群毋是条件，迄个摩押迄个不要紧。总是伊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个基本的条件是伫第11节，第11节，11节这个波阿斯有甲这路得讲啦，讲对你的丈夫死了后，见你款待大家的事，搁你离开父母甲你出世的所在，来到你边所毋捌的百姓遮，人拢有甲我讲，哇，这波阿斯可能真介意路得来看，搁有去探听呢。这毋知派几个媒人去探听着吼，这可能原来Google安尼有着去找者，看这路地是啥物人，哇，伊的底细伊拢真知影。这个所在咧，甲人讲得到这个篱笆外救恩2个条件，族群毋是条件，我摩押人不要紧，总是有2个条件。第2个条件是选择耶和华上帝做我的上帝，所以路地当时是选择无甲伊的东西相像留伫摩押。伊选择要来到伫伯利恒，要敬拜耶和华上帝，这是第1个条件。第2个条件是伊友好大家。当时上帝交代伊的伦理，就是伊甲伊的大家做伙，伊甲上帝交代伊的手中的代志做好势。这个就是要得到救恩的第2个条件。所以今仔日咱来到教会所在，咱选择
上帝真做咱的救主，咱选择耶稣基督真做咱的弥赛亚，然后将上帝交代咱的手的代志，包括咱的家庭，包括咱的工作，包括咱的人际关系，包括咱伫教会内底所做一切服侍，咱来甲做好，咱就符合这两个条件。然后族群、性别，你好野还是丧香，迄就拢总不要紧。你是博士，还是你是国民学校毕业，迄拢总不要紧。你只要符合两个新的条件，耶稣是你的救主，将上帝交代你的代志做好势。你若这两个新的条件做好势了后，迄个救恩里巴内你有份，里巴外原来是上帝的救恩。所以今仔日咱就是看到这个里巴外的救恩，因为是讲这个天父上帝，伊要拯救伊所有的囝。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要邀请咱做伙来关心迄个篱笆边的民族，就是原住民。这个原住民，因本来伫这部落的所在，这个部落因的生活的条件非常的歹，因的资源非常的欠缺。因上界欠缺的资源是两项，第一是卫生，所以其实因的身体拢无好。咱可能拢有一个印象吼，这个原住民的少年的，改成体力拢真好的款。体力好是原来是正确，因拢伫山内咧走安尼说吼，因咧讲因咧拍山猪，咱拢想讲吼，你拍山猪无好拍吼，要拍会着安尼吼，无简单，这吼要一枪毙命吼，佫原来是一个功夫啦，因为因的蜡枪无好啦，咱台湾枪管制嘛，所以因也袂当去用伤好的枪，所以蜡枪也无好，蹦咧到底哪会着就好啊吼，所以蹦咧到底吼，山猪会走。走了就开始甲捉，看谁走较紧，所以定定山猪吼对阮兜走去恁兜啦。佫有当时山猪吼受伤啦，佫起毛歹，佫换电刀兵走，换伊走互弱呢吼，换人走山猪弱，嘛是佫看讲吼，谁走较紧安尼生。但即马走到尾啊，你掠着山猪了，哇，过来佫即项代志，咱拢无去想着，我嘛无去想着，要安怎甲山猪派转去？迄只山猪可能200公斤。可能离开恁兜吼已经50公里，你有可能对台南岛甲对高雄去迄只山猪伫高雄，你要安怎甲派转啊？迄乌鸟无要替你教吼，迄在基本无咧送迄种山区的吼，在基本无咧送山区，你都甲派转啊。所以因的身体讲好是真好，毋过因的血收拢真低，因的卫生条件无好，上歹是教育的条件，因的教育的条件非常的歹，致使到因来到都市了后，因无谋生的能力，因无竞争的能力，所以大量的原住民对部落迁徙来到这个来到都市，好亲像咱本地人30年前、50年前开始对庄脚来到都市翕一样。咱来到这咱会适应较好势，因为离无偌远啦。要转去咱的故乡可能真近咱的校务处可能较特殊啦，伊7米的人吼，若要过吼，都爱个海军个挂空军吼，就个叫陆军安尼3军总动用安尼，伊才有法度转去到因兜。咱一般要转去到咱的故乡可能无远，原住民无甲遐尼简单，因伫本地谋生的能力嘛无甲真好势的时阵，所以因来到本地，因来到都市，真侪人离开教会。真侪人离开教会，所以这是原住民的教会所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的挑战。因都一方面面对因部落的教会，因为还佫有老人甲囡仔伫内底，这老人咱来甲照顾好势，总是这囡仔将来会去到都市，然后伊爱佫保持到都市原住民的教会，因爱佫有见到咱，因为因都爱帮赞这信徒。互因伫都市的所在工作会好势，适应会好势，文化会好势，佫甲因的囡仔栽培好势，互因的第2代、第3代会当甲咱本地人平起平坐。这拢是原住民今仔日所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嘛是今仔日的原住民的教会所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嘛是玉山新学院所面对一个新的使命。所以古早玉山新学院敢若栽培部落的牧师就好，今仔日爱栽培部落的牧师，甲都市的牧师，两种牧师拢都爱栽培，而且爱栽培，互因真好势。因为今仔日的教会所拄着的困境真大，玉山新学院嘛是用栽培牧师的这个大学硕士科
做主体。阮还佫有一个大学部，这个大学部台湾新航院上大先收起来，台南新航院后来嘛无法度只好收起来，春玉山新航院还佫有。毋过阮嘛是差不多已经准备特别收起来，因为即马读大学太简单的啦特别原住民读大学佫较简单，因毋是干那好入去那尔，因读大学毋免钱，读玉山新航院都爱钱你看安尼说，因到底要去读倒位？当然嘛是去读这个一般大学。所以玉山新航院的学院部已经剩无几个学生，阮大概已经准备过几档不得不甲收起。这个有影响到阮的这个大学设施科，有影响到阮这个大学设施科。这大学设施科的学生的来源就减少，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阮的大学部已经人哪少。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即卖原住民大量来到伫都市的缘故，所以即卖原住民的青年一半对部落来，一半对都市来，一半对都市来。若都市的原住民的青年因有当时会选择离因兜较近的台南新航院，或者是台湾新航院，因无一定会来玉山新航院，因为伊必伫花莲所以因会就近读这两间的学校。读这两间的学校，阮认为讲原住民的牧师爱读玉山新航院，因为伊是原住民。这个历史事实永远袂改变亲像讲咱是台湾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嘛。你去到美国嘛，台湾人咧你去到中国，其实你嘛是抑个台湾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咱爱先面对这个历史事实，开接纳 ，take it and enjoy it。你一定要接纳咱是一个台湾人的身份的时阵，你做一个健康的台湾人，不管你去中国，不管你去美国，不管你留伫台湾，你真快乐。原住民小乡呢，伊来到都市，甲本地人、甲汉人做伙，其实伊要个是原住民。伊若会感觉讲我都原住民，这上帝创造，你若有意见无？你家己去甲上帝讲。伊若法度做到这个地步时阵，伊是一个健康的原住民，会当成做咱本地人上介好的朋友。总是伊若是感觉讲上帝他会要甲我创造做原住民本地人做本地人毋是较好吗？所以伊暗敢伊原住民的身份的时阵，安尼伊是一个无健康的原住民，伊会成做一个无定时的炸弹，当时要爆炸咱毋知，迄个就真困难，成做咱本地人好的朋友。所以原住民爱大声面对上帝创造。大声面对，我是一个原住民的身份，这是公然的。上帝呼我，你亲像我姓党，咱下无姓下，对一个姓较好，毋免投票，下就是下，党就是党，上帝规定，都毋免讲，就是安尼生人尔。所以本地人、原住民、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就是安尼生上帝创造的，爱大声转来这点。所以原住民的牧师爱转来玉山新航院读。先面对伊是一个原住民的身份的时阵，然后伊才有法度去牧养伊的教会、伊的会友，毋管伫部落，毋管伫都市，毋管甲原住民做伙，也是甲咱本地人汉人做伙，因是一个健康的人，会当成做咱本地人上介好的朋友。所以要拜托咱各位兄弟姊妹，特别来关心这间篱笆边的新航院，来帮助阮来支持训练。这个篱笆边的原住民的教会训练因的牧师，互这个原住民的教会伫部落、伫都市，平平会当亲像咱富强教会迄一样，战斗来有够，互咱是一个强的教会。上界重要是成做咱本地人、咱兄弟姊妹上界好的朋友。